首先，打開快速設定，然後去到畫面設定嗰一欄。而家喺畫面模式入邊，如果你想睇戲有最佳畫質，就喺電影模式；如果你想喺電視打機，都有遊戲模式可以咁。確認完之後，去到亮度設定大約80%左右係最理想。另外，色彩飽和度調到50會比較好。而家去進階設定，入到亮度設定，再去對比度，保持大約80%就得。黑位就保持咗50%。而家將下面4個選項關嘅伽馬就設定咗2。而家返去再去色彩設定，色彩飽和度都係保持50%，之後色調唔好喐㗎。至於色溫，你可以試下調到你自己最中意嘅感覺。而家返去開啟清晰度設定，銳利度盡量調到0，因為係後製嘅話，下面嘅選項全部關嘅。返去喺專家校準入面，只要開色域設定，確保佢係自動。如果你想重設設定，就去到最底睇返還原預設，記住要將畫面模式調返去你之前用嗰個或者低耗電模式。